各位馬迷大家好啊！咁唔經唔覺咧，好快脆又嚟到禮拜二嘅夜晚啦，11點幾嘅時間啦嚇。咁咧我哋咧上次嘅成績咧都算合格啦，係咪？中咗呢個混合過關啦嚇。第二場中咗位置啦，3場中咗連贏啦嚇，6場中咗連贏啦嚇，7場中咗位置啦嚇，第4、第5場中咗獨贏啦嚇。咁大家都可以喺裏邊咧揀選自己認為合心水嘅賽事去買嘅嚇。咁個回報都合格啦，係咪嚇？可能好過返工少少嚇。好，記住訂閱我哋嘅頻道，like我哋嘅頻道嚇，幫助有需要嘅朋友嚇。好啦，講翻今期嘅內容啦。而家咧我見到咧出邊咧啲風咧都非常之大嘅嚇，涼風陣陣啊。咁咧星期三嘅 C3 跑道咧比較狹窄一啲嚇，咁咧所以如果前置馬就可能會有少少優勢啦嚇。好啦，咁根據個往績咧，同埋睇咗晨操啦，咁咧有啲馬咧係值得大家留意嘅。咁有啲騎師就積極進取啲，嗰啲啊俾多啲機會佢啦。好，第一場4號、10號，第二場1號、2號，第三場7號、6號，第四場1號、4號，第五場5號、1號，第六場2號、5號，第七場1號、8號，第八場2號、5號，第九場5號、4號。記住訂閱我哋嘅頻道，like我哋嘅頻道，幫助有需要嘅朋友轉發出去，等佢哋贏多啲。多謝大家。